講教育。嗱，財政預算案咧，剛剛係公布嘅。咁當然我哋睇到呢個嘅科技發展啦，或者甚至提及呢個金融發展咧，都係其中一個主要嘅路向。咁但係我哋關注嘅咧，就係有呢個教育嗰方面嘅情況係點嘅。我哋見到咧，今年似乎嚟講咧，中小學嗰方面咧就比較少提及。咁啊，都係提到咧呢個嘅大學嗰方面啊，甚至係第三個醫學院啊、大學城等等。我想問下啦，喺呢一方面，結果嘅情況係咪顯示政府對呢個嘅中小學或者基礎教育嗰方面會係放緩呢？我哋今日終於能夠請到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鄧飛議員同我哋傾下。鄧議員，呢方面你點睇呢？係嗱，都唔係話放緩咗。咁其實咧，對於中小學嚟講咧，都最大嘅一個措施咧，就係話，即係每間學校咧就可以申請50萬啦，去推動數字教育。咁就呢個叫做智慧學啟嘅計劃。雖然話舊年都已經係推出㗎啦，咁但係今年咧預算案嗰度咧就特別強調翻呢樣嘢。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措施。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即係喺個資源即係各種嘅津貼資源嗰度咧，都係即係加強個整合咯。即係中小學裏邊收到各種資源，幼稚園都包括加強個整合，希望咧就係能夠係即係個應用呢啲資源個靈活度咧，能夠進一步提升。即係講得通俗啲嚟講咧，就左袋可以入右袋，右袋可以入左袋，咁就唔係話下下都專款專用咧，就 lock 到死晒咁。咁就最主要係有呢幾方面嚇。我想知道咧，喺成份嘅財政預算案裏面，你有邊一點係希望咧呢個嘅財政司繼續喺呢方面可以係多啲落墨或者關注嘅咧？嗱，其實咧呢個多啲落墨關注，我哋就翻教育科技人才嗰方面啦嚇，即係我哋咧就希望都能夠睇得好多時，我哋都關注咧就係撥款係咪，包括投資又好，包括派糖好。咁如果即係預算案或者嚟緊預算案喺4月咧，就有好多特別會議咧就會討論預算案嘅，即係都可唔可以即係財政司長嗰方面咧都可以即係 project 翻一啲即係資金回籠。尤其是無論你係債券又好、內心基金又好，點都好，你預期未來到底係幾多可以回到本嘅，係咪？即係回報率有幾高嘅咁嘅話咧，就會令到整個財政咧就嚟得更加健全，同埋令到社會、令到個市場係更加有信心。我哋今日非常之多謝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鄧飛議員接受我哋訪問，有機會我哋再跟進，多謝晒你。